杀个兵如家信。今朝王十八也进京观看，丈母娘也是亲自和侍房追查办案，一座最是发下怀着东北去拿小夫妻害出来。那么到前牛里王十八当外头大家是走，那是发王老太太受了当中，徐绿英也是受了上水里，王十八徐牛里受了河水里。今朝儿子也今天老太太说儿子时过10年18翻身，岳家之人不可防卫。我们两个后来当我记来子，哦，是，给他也是你。介绍，这次杀鸡腿王在女婿屋里向一称，这一岁，给他鸡腿那个吃个，7只鸡腿，到猪脑的，哼。什么想法7只那抓鸡腿笼的鸡腿纹，但是客上里文章在忘记得他，晓得俩一番哈意，都是一条毛。各自的5个尼泊清的女婿屋上，另条龙门，是。我出一张银票50两，18郎是够气。我做不出人家啊。一张50两银票，内水孩子哦，10万一颗，50两一张银票。哎呀，高科技，非要在水浪这个鸡巴队来，因为马频频吹最笼子30两，不够的呀。水浪等临时白沙动身，那上面为首标志，可不是？现在一张银票50两。那么于是个地动的人子们开始得逞，东西有毛。当时谁绿营还要讲2声，甚至是南京再也进京了，你读书人在西马金榜题名，但是你也想得功名，不一定是那个女。你在官场里面后看，那3人卡还不一定被中，那。是个能够得中的挺好，万一看不中，哦，那在地走来啊！别以为分开中不面子，我为了依然一样待你。再说，你已经是巨人了，要不太白子。这2句我讲得没上路，也是听不进。说了6年，你让何必杀个女婿们不中了，白中了，别得为啊少吃饱，哦哟。那忙得不得了啊！报纸风气，须是翁西行，他们不是瓦丁人，因为是非分别名称记，难免意义是瓦丁人。你一来我一句。下水深，
失主心，杀你的海浪我终身与你风水里，不用细细再叮咛，可是默默无语，谁把不作声。拉不离身海并不是手家，才出一等神。那第五年李仁刚手老人等得去杀灾，差不多在也动身吧？哎，起码吃的差不多的了。所以追来的三把银人送，那黄日班死别的家这一种神，一个人搞努力送单手目的，可是万上手，10万人多还是走了。临日白上要开手门，用得哭哭啼啼发干。那么娘里都统统为周其心与家人，给他手老人口内我手高来吹贴，昂得也是马上动身。神风神是否得过那一天一君子大还神不今一天嘛，大金人领恶，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王子把富特手里嘛，人上恶啊！今人乃是配花的，更同花大比之年，举子纷纷尽真人。更比万年，此地一心机分。王子王跟得上我定眼睛，身体也包上人。现在讲起兵部这代书要开哈，哪想得的差不多采访才靠模样。哎呦，哪得讲着吧？这方向我们杭州不清楚，还不朋友关。哎，那无法，哎，还不用于大此地，青龙坊又被高声抗议，打上来，有第3年让再来之后，是地家，口语翻浪。那3个月开放开，是的，我是衙门内上万户人，我乃是温州绅士。哎呀，那温州人了，房开待遇了。可么我是个收州人，收州人房开没的。哎呀，你都是个专门欺负收州人，那不是想过上桩事体？你这个采访老板是温州人，是要招待是个家乡人，大辰光是父母再来不让火客人，所以呢，温州人嘛房开有了。根本什么呀？更多个房间哪开发的呢？水灯结关，天地牛王，玉水红黄，对灯对天子啊房间，要提1两银子，什么要好？是要提1两银子，因为他瓜子刀子不就10两银子嘛？这个中王子我使不起。还有这个便宜点，哎呀，中等点个单不个问。是那扶梯家隔壁有只黄日啊房间，搿不是这个厂不干，你俩也得等干，不过房地便宜干，这样1银子要提。搿么我是一个13房间好了。第3年想是那个从别家3房间是3丈夫为有关，吃起来更多，青菜老婆个家有经过。搿么大三生意一样做，这样没一定努力领导理想，行里面打理包好，书包上面登记，样样在指点。等看他说啥人好有没有外头去的，让王日办们
随着裁缝里向施之下来。那么男生地步想，你个里就开看的，你个初十考头上，你个十二考以上，你个双考三上，三上必相隔10天，你个娘发榜。哎呦，你这么还是正在介绍，已经你个娘发榜你讲。那么是个是你考中公有门口与榜问题哈。是个这个名词啊，是律的嘛，是要下到到底。榜上有那个名字，金榜题名，那么最下走过了。起码走个只有活。榜上无名，名落深山，何大再来？那么你使了刷上火，来这里登记下的，你真正中啊，为了办的呢，是个裁缝里的。哎呦！如果不是心急得来，等不及不得来，纷纷在各大公园门口去口榜文章。这乱是吧？你可是人给手下来先王开里，想想够得去口榜文啊，想想有点结黑黑，能够得中不中国会得办得来个呀？那么看无之后了，大个文章才要对个。哦，对我来嘛，大个在那讲说王师傅啊，那个文章做得好，可是此非必中。的确，自家的文章是做得蛮好，但是事情才不一定个呀，毕竟现在未分办得来啦。
能够得中西半翻身，干嘛？我对得起上人，对得起娘，还对得起高三。高三从今之后跟着我，还个个喊你家在。咁如果看不中呢，一等也要3年。搿3年我来不晓得哪行了，所以心里想噜噜噜，真是为太太不安。搿个你叫咩惊啊？啥地方为分不得来，不知到底哪行了不？那么王子把文章做得好，不人才说吃饭来办做，搿毕竟为分不得来，为分成为事实了，是不是心里上讲？随了你头顶上上头天时啊房间，过些辰光坐下一个人，已经一面孔上牛面孔了，杀人生死囚，王子房又高，哪会得就又高？因为10万个高三岁女里2口中了，一趟上文科技姑娘真漂亮，打听我来上本行，谁绿英老岁在个人，我自家是得高三，也想说个伊，可不想我一个8万富翁，他那个3家别人问个，哪想得的？还平常估计不用吗？新牛努力高不，中读10年往是吧？气愤。那么该枪手里甚至就还真正够卡，想想王日办，你得听个高职务，我不要得听那个上牛，哎呀试试看。那么看上去，第3个徒弟3人没还一塌糊涂，做生意经过是美誉，文化不改，徒弟不差，可不是要记得举人之高，方式能够进进了，收拾一个公民才是。出动力马得来，我的单子经理来回来了，温水对得手，可是人对少，真正那温水在哪没用，还不用总算把你寻找一人，这个人家神父是没吉相符的中国，大理怪的亲，怪啥个亲马龙不里去。现在神佛，周是非要弄上牛不想想，可不是那个文章做哪一塌糊涂？可是是准备用他的农因子咯，还是管高的白头高来再看，是你想要他那也下去，几个副职卡谁呀没是吃上去，不个23万人次打不得，是个为难。所以动力用它不是那么神父海里吃饭呢不是第一，所以是第二，你做的嘛该枪是里不我组织上牛么往这办你吃别了，那么深入就上的那还人道为首登江去深入就下了整个包，今年40岁高档用服务样样在村镇确实没有救，脱裤子3天口中的神儿，家里中为人空为与发出，天子王子王与吃有与吃，
可是上考还来考上面，嘿，62风势人类走，想想其杀我生死就。自家书院。10成今朝一来是秦王神，三日我个分战不接些王好手儿弄光破教育我的手头心三口通神四狗神我八两黄金手的定恶里名人送过去别个幸福人当我生日就一想个雨家心历史的这一想呀你让一几句包括我上日中队送上牛们了，不敌面驴不得些句口口，嘿嘿，三日内他个高下，三人上遇着人，难得不上个上游，把地心以后你莫之家门。记得吗？那个总是大卫是个总是给天使你们也翻翻本子，要想到什么？今朝发帮你讲，工友们可以在贴下来。那么我们后不差个人到公园门口去看一看，到底种的几年？这个，指甲，都要。那个小军我孩子来到上来那英国在跳舞军友人啊，都要啊。你那喊我耍了，我们还在名字世界玩。哎呦，我当年还世界个呀，那么世界嘛是等我发得高的。当我来出来，我世界也拿来拨了这个人。哎呦，不是这个说过哎。那个小军，都要啊，跟我耍起了。还在耍起啊！你平常买过了，今朝有点眼摸摸了。那笼子的眼摸摸出来了。我今朝耍个你家了。耍个你家？你们来耍个你家呀？不帮个你家。哦，你刚刚想到。不是我来这些的之外。既然晓得不帮你，叫么来耍体不到公园门口当我看一看。该枪市里头要么到底种地几名？都要用不着去看的哇！哪了？本人讲不是摆把胸部的嘛？你都要嘛，不是第一，才是第二。不是第一，谁是第二？嘿嘿，那个两句我谈你欢喜吧哈！我们该枪市真正种第一第二，嘿嘿，那个队伍这个来这个对我们深刻，那么我们要提拔呢？提拔我吧？那我要让那种我幸福一套要工地高呢三级。哦哟，小子都要盯看，这个都要啊！这个第一门人呢，我唯一当你搞2个字。哦，第一问题再搞2个字啊？搞2个字总归好，搞哪2个字呢？什么？现在不出来的呀？这2个字不太灵活些。脑特。这等去。啊，根本都要。你等那个到等啊，我到你去看榜文啊。这啊，让知己们去看榜文。一面么知己即可为周来么干生活，他定睛起来，一面么等把子把得来。正在此只听见外头
哎呦，帮忙，声音得来个走啊！这个声音郁郁而近。哎呀呀！声音听在往的，不得来个走啊！当，12个时期了。根本你问个那集体少有，给他的关心进个呀，起来，哪么弄？在奥地们的最浪了，有电话来过，人扑了个来过了嘛？喂，嘿嘿，你不说话话？啊！不说话话？文具呀，把第几名啊？第3名屠户啊！第3名屠户，我姓啥叫啥呢？王世宏。哎，这个王一来了，什么说上话？哦，王世宏是我隔壁第2房间啊，别弄错。啊，医生嘛。那王世宏我的大半年人，这个王世宏是的一个朋友，还是温州人，是在大理来的经历下来。说是生日有了，按人大妹是开朋友嘛蛮多的。那是非个王世宏大经理，采访的切用开销的全部包来的。一朋友你也怕你用上了呀，跟来来的开始打着，经验丰富着。那么自家你分散还走啊，有种是才不懂的，那么也闷闷的，你怕那个去用上，用他俩的嘛，不关系。哎呦，想不得了的中外的第3名偷火了这个啊！那么你过来在隔壁第4房间嘛？哎呦哟，世宏兄啊，哦，你福气，嘿嘿，不得了的，就说你这个第3名偷火。王世宏来了，今年59岁，看到该到位置，一共可是11大半，那有个半大队，遇到带经理改，看上还真改，或者看是第1场，马上3百兵，2场、3场分开嘛，搿道在手里半道，看得心灰意冷，哎，不是心吧？63分满了，还要上一级。该想是的3夜来么了，他不许你来吃。是那非要继续这样，那还过年纪2月底这样。是了，他我不是心，我不是高兴的，一路比赛人吧。不能是这，我西次开眼发皮。哎，我要去，什么动力？是了，他们非要拿出来。该想是的呢，生日酒没上楼，到我一来去切用开销的100件。别来努力弄力出来，这样一来不了，他不放弃了，这个忙经理下来，甚至就没靠近欧巴的第4房间，那么今朝发帮你教育，唉，这打走西走，来是该趟的欧剧北门开着呀，我倒不可能再来个噻，真的让首先想几个当去。介绍是个生日就进来，是你夫妻第3名偷火，对你妈妈你不做心的，真开心你不口口当去的。我为他做第3名，我也从来再做噻，总之个30名、300名我靠我啥个噻？嘿，19兄啊，你不做心，你心我开心就算了，我哪会做啥个第3名偷火呢？啊是了。说啥人来骗来了？不得来个在清清爽爽，王世宏了要第3名偷火啊！这真个中个账啊！班子在流浪乡嘛，梆，恭喜王来的干中第3名屠户啊！什么事啊？清清爽爽，王来要中第3名屠户啊！可你个包袋一开来。眼道里眼子贴贴勾定，当作今天手袋上的一口不够着。恭喜王世宏来到，各种1家3名偷货。是的，中了一噻！人家吃特夸子，今年满60岁，终属于上1年，是保证7几个翻身。
这个激动无法形容了，我还没有种体会。心动加速，本当跳60跳，现在180跳。是有兄啊，遇到不难是吧？是对第3名投火啊，那么他那个上帝一道不一不走，要是怕那种第3名投火那样，我不上帝了啊！我这个问题在讲还个手一开3才我来改，那么说叫白搭子低吧？但是高房间里拿10两银子出来么？还过来嘛？不是啊？来，上来10两银子啊！我有10两银子，跑得没的，小子往来呀！也是一块铜锭，我不小往来要。哦，妻子带过小隔壁啊，奇怪！哎呀，这个石红兄啊，来到说刚才啊，第3名投火，我不知哪行来还问。但你毛你不知哪行发了我也老，那些辰光我自个好话来不及，不怕。不离之人，我哪会得中上第3名投火，知人家怎么办？个啪啪的毛皮总归不错个了。那么现在的哪位农地人子，落空不大可能的。是就说那口那种话想呀，面孔过了油，那顶板中上牛，顶板中上牛个。哦，这个面孔过了油，顶板中上牛，那么一眼睛看啊，些位，外国人的自家房间里，说不定还特别给说。手机上想好不得了，试过你在西瓜子上升过一杯牛泡酒，特别一封银子50两，啥个意思啊？试过呢不得来，还想中第1、第2名，这里趴里头上银要50两，所以现在注定。刚刚不特3级上升过，声音带一来这样，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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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真在往关。老虎队人拾起来，带老队来，狗浪向一扑嘛，喂，你把啥上花？文具啊，哎呀，文具，我们第几名呢？30不名今日啊，想啥事要到地方啊！30不名不可能是我的，不要问得着我，我进来，刚刚说定不特记的西瓜子，这听见声音到一来，当当当，耳机这个楼声进入一口，晓得个，大的也是干了，楼声也是进，只听见梆梆梆梆梆，哪种要熬上我这吧？所以人当时起来打老队们，喂，你不说脏话？文具，是的是文具，哈哈，是上牛，不能是的，一家1名上牛啊，是的上牛，哈哈，是姓沈啊，姓王，听见姓王们认为的王良王爷。杀敌王这帮是要举罪死了在房里啊！王是那个王已经不特个是要，还不是要举个家王杀听见王十八火声当当啊，连大家不要不动这样。王十八气啥子哇？气啥子？高知不理的他。上游不离抢他，我们2队才特空这个班子龙的分动呀，一讲没起劲，现在问你王老要是到沙场，后面这口气的猪，早上报不出名堂来呀爷姐们，可第3年可不来，这3年也过来，是哪，你都给打王老要是到沙场后，如果王老要。王这帮王老要，哎，有啥事体了？搞总结加1名上牛，总之上牛的，来，我们来领来去。领导在王给我呢，王上牛就是了改个理想，
你都拿那个上游了，要200那个种别家3房间，嘿嘿，搿来呢不懂噻，搿只3房间里7个5、3个上游噻，啥的海外子，搿报纸听见是上游死了，该里响梆报到3房间，恭喜王日榜王老幺高中1家1名上游啊！哈，王日榜中上游未当了得，哈，一飞冲天，何为其说？申时全推荐夫人熟把面，盖落子最好银子，仍旧是落空。高三公民侪熟悉王日榜，王在心里呢，哪行会得谁个那罢休呢？王日榜搭心肉里个发音从那个一刻才开始的。但是哪行门在，你再听我去，搿种玩意门在位。寒门学子中状元，家一名上游啊！患难发妻得休书，本不是耍个病后家庭，究竟是忘恩负义，至上游好为的力量，还是歹人勾陷？努力高山海滩，敬请关注长篇谈词《双玉园》，5月27日起苏州电视书场。